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啊！睇豆子好運不停止啊！今日嚟更新，手牌一般啦，八同鬼，藍牌好入張，等啲牌黐埋一齊先，碰紅中。哇！呢個紅中碰得好，摸咗隻對家隻鬼過嚟，黐牌叫糊，因為下家碰咗5萬，所以我就唔要啦。留2個對碰咗去拖牌，唔要啦，太多對啦。碰2萬，咁啊打2索冇人要，繼續打返2索。拖牌成功！哇！我啲馬，第2鋪紅中係鬼，哇！咁啊隻7筒啊降咗9筒冇用啦。終於到我摸牌，好似冇咩用，罰走我隻鬼畀上家。咁我都摸返隻鬼返嚟，依家一碰一叫，碰咗6筒叫糊，2、5索格大卡窿7萬，印個2、5索，印到1對8萬，咁就留2個對，碰一對可以拖牌，碰到8萬拖牌，拖索子，冇咩人要索子。哇！拖3索咪食咗，遲1個圈都係我食。好，開碼，記得點讚接好運啦，拜拜。